火虫啊，好多的萤火虫啊！哦，萤火虫怎么都这么喜欢秋葵啊？秋葵哦，好多萤火虫，哎呦，很多对都是在交尾呢。啊，你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哇，这么多的萤火虫，它都在爬在那个不，秋葵的果实，嗯，不是叶子，也是果实。哦，可以长那么大，要做种的话，说放在树上干掉比较好。哦，竟然有那么多萤火虫在交尾巴呢，交尾巴就是交配。啊，萤火虫怎么会这样呢？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啊，不能乱伦啊，不能乱来啊，不能不顾身体健康啊。